来看咱国内去年新登记的动物盘的数量已经超过23万只。为着要加强管理，保障动物的福利，农业部是推动宠物身份证，要把所有的内容电子化，亲像是宠物敢有绑起来、年纪偌大、做过什么款的疫苗，也是讲买卖记录，拢一查就有。 囡仔愈生愈少，但民众饲宠物的数量逐年在增加。目前国内宠物登记数量达到279万只，狗仔比猫仔侪有148万只。为着要加强管理，农业部推动宠物身份证，和原本宠物纸本登记证电子化。有主人认为，将来带狗出门会更加方便。生理游乐区，它会查它的晶片，会查它的狂犬病登记。那这些资料在线上系统上全部都可以查到，拿那个线上系统出来给它看，它就很快，而且我不用再多带那一张纸，我也不用怕说我忘记带。过去宠物晶片的号码有15支，真歹记，纸本嘛较会歹记。电子化了后，主人会当伫线上查年岁、做疫苗记录、敢有绑起来，甚至买卖过程等资讯。动保团体嘛肯定新的制度，自己能够上去更改资料、登记资料等等，那大幅减少过去政府在管理的成本。那因为成本降低，所以管理就会变得更容易。农业部表示，身份证内底嘛建置晶片历程、宠物狗猫的资讯，检视宠物是不是为合法的店头来的监督来源。它就可以让我们这些最上游的宠物的繁殖场能够列入我们的管理当中。透过这样的一个身份证，从源头开始去追溯。不过，目前国内应该办理登记的宠物，只有狗仔、猫仔还未列入强制。农业部表示，咧规划哪去管理。另外，农业部嘛承认一寡私底下贩售佮买卖宠物免纳入有难度，但会加强稽查。记者林俊平做台北报道。